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读做弦，好言弦第五条。乐器的丝线会当弹奏声音，音乐出来，咱讲是弦，像讲琴弦。同时，咱用 A， 若 A 弦类的乐器，一般咱讲是弦啊，有3弦、7弦，也佫有大弓弦，声音比卡拉弦较低。A 弦啊，一阵人，咱讲是弦啊卡；若弦啊的谱，咱直接讲是弦啊谱。另外，咱即马讲是管弦乐，也毋过古早台语字典讲是弦管，也就是弦乐，也佫有管乐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 A 弦啊，就是用弓来 A 弦啊的丝线，和这个弦啊有关系声音。第二个咧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年少过品万世弦。这句话意思是讲学分销都要一档的时间，若学分品啊都要一个月。假使若是要学 A 弦啊，可能要用规世人的时间，安怎学嘛学袂完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讲年少过品万世弦，这句话意思是讲学分销爱一档，学分品啊都要一个月。若是要学 A 弦啊，都要用规世人的时间。A 弦啊的功夫有影是万底深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弦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